去蛻變成長。摩西冇諗過喺佢最叻、最勁、讀得最多書、賺得最多錢、最多人覺得佢名成利就嘅時候，上帝就要佢一鋪清袋。唔係喺佢最高峰嘅時候，上帝使用同呼召佢，硬係要佢等多1倍嘅時間，40年先至開始呼召佢。仲要喺佢最覺得自己冇用、覺得最逃避、覺得最多藉口嘅時候，但係上帝話：我係你嘅神，你係能夠勇於去做決定，肯唔肯跳出嗰個安舒區，調整自己嘅心態，甚至認罪改變。最終呢40年，再多40年嘅經歷，最後嘅結論係披荊斬棘的挑戰，光輝不斷了。你以為係爭取世人最多嗰啲嘢咩？唔係。到咗你實際使命實踐嘅時候，你發現你細個年輕以為想爭取嗰啲嘢，其實已經唔再重要。亦要活出自己真正精彩嘅人生。大衛唔單止面對哥利亞、掃羅嘅追殺，更大嘅巨人係自己心裏面好多嘅 drives， 好多嘅貪念，好多唔同類嘅情慾，你同我都有。上帝要你同我蛻變嘅過程就係坦白承認，我哋都係一個罪人，願意面對自己同原生家庭或者所種下嘅錯，重新再嚟過，認罪悔改。以利亞總係覺得上帝點解要擺我喺呢個咁嘅世代，全部都同自己作對？點解淨係我會 care 上帝嘅事？點解淨係我會幫上帝手？點解淨係得我一個嘅嗰種孤單？突破蛻變成長，佢安靜落嚟，安躺得力，上帝叫佢起嚟。最後今朝嘅彼得，自負、衝動，但卻去到最後嘅失落破碎，佢先明一路期望緊嘅上帝同埋上帝俾佢生命完全諗錯晒。上帝就係要佢將完全救我放低晒嘅時候，去到最根本嗰樣嘢，得一樣嘅啫，就係你同耶穌嘅關係同埋愛。你係咪真係經歷佢嘅愛？亦都係咪願意毫無保留咁回應佢嘅愛？其實呢份基督嘅愛一直隱含住喺整個新救嘅過程。不過有一個人，仲有第6個人，其實都喺呢個營會裏邊出現咗。不過唔知你有冇留意，就係你靈修資料裏邊嗰個保羅，都係一個好奇妙經歷佢呢個過程。點解之前一個咁衰迫害教會嘅人，就好似我哋以前，點解我哋以前都係一個未信耶穌嘅人，或者點解我呢個信二代卻未諗清楚係咪跟從耶穌嘅人，甚至我成日都諗緊做一啲，可唔可以試一啲衰嘢，可唔可以做一啲唔聽上帝話嘅嘢？我哋總有啲咁嘅衝動同埋經歷，但係偏偏一個最迫害教會嘅掃羅，佢與主相遇，甚至佢最後竟然話：誰能與基督嘅愛使我哋同基督嘅愛隔絕？佢好清楚就係翻返去嗰個基本。呢幾個人全部都有一個共通點嘅，有一個動詞係貫穿住咁多故事。呢個動詞喺聖經直接話間接隱含住係喜樂。約瑟同兄弟復和之後，釋放嘅唔係佢自己咁簡單，釋放係佢老豆。記唔記得佢先同我哋睇嗰個 genogram？ 係佢老豆同4個老婆同啲仔女之間2代甚至3代嘅情意結。釋放嘅係佢老豆，佢老豆終於肯起來離開嗰個饑荒嘅地，去到埃及。
摩西一路咁多藉口，最後講唔贏上帝，佢起來回埃及，帶以色列出埃及。大衛犯罪，個仔出世，自己面對自己罪嘅承擔好痛苦，一路都唔肯食。到佢嘅仔第一個仔死咗，雖然好痛苦，但係佢得到罪嘅赦免同釋放。佢起來洗澡、敬拜、食嘢。以利亞喺最攰、最躺平嘅時候，上帝話：起來，吃吧，你要行嘅路仲遠。喺啲沉痛困難唔介意，你自己休息，但係休息係為要喜樂。彼得頭先仲有一樣嘢係 recall 佢自己嘅經歷，佢冇諗過，或者我冇講過，就係平靜風浪嘅時候，佢諗住貪過癮試下耶穌俾佢行出嚟嘅經歷。佢話：耶穌，如果係你俾我行過嚟，耶穌話：你行啦。佢一行咗第一步。嗰一件風浪咁大鑊，個世界咁困難，咁難揾嘢做，band 5嘅人工咁低，我之後面對咁多嘅困難同埋挑戰，移民過嚟英國繼續留低，定翻香港，一見到外在咁多嘅風浪就沉。天主復活嘅時候，耶穌所謂那門徒咧同佢講話是主，佢諗都唔諗。拎起都話唔記得，唔知點解着翻件衫，就點就跳落水。佢唔理係咪喺水上頭，佢淨係想衝過嗰個佢愛嘅主。好多問題佢都唔明，佢淨係要主啫，佢淨係衝過去起落。掃羅第6個人，上帝話：你起來。去到一個你休息嘅地方，重新一個盲眼睇唔見嘅過程，經歷你生命嘅蛻變。6個聖經人物最終都係上帝話俾你聽：你起來。你咧？頭先你讀嗰段經文，原來就係整個生命蛻變最重要嘅原動力，亦都係一切你生命成長突破嘅 DNA 最重要嗰個環節。進入被繭綁住同埋內裏嘅轉化，其實真係唔係最難。最難就係你破完繭之後，你開始生長出一對你從未見過嘅翅膀。你從未掌握過嘅一啲嘅能力，上帝具備俾你成長突破後嘅一啲意義價值，你要試下讓你軟弱嘅成個肢體變得剛強起嚟，所有血管充斥住撐翻開，並且勇於拍你第一下翼，離開呢一棵你由細到大喺度躝嚟躝去嘅嗰棵樹。飛去一個你未會嘅地方，採集唔同嘅花蜜，並實踐上帝俾你生存喺呢個世界嘅意義。飛出嚟嗰下，起來其實好難。你預備好未？我哋再讀一次呢段經文好嗎？預備起。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，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。他是愛我，為我捨己。當基督嘅愛係咁樣讓你經歷嘅時候，你又喺突破成長所實踐嘅人生使命，就帶住呢段經文嘅應許。呢個世界仍然有好多而家嘅嘢，將來嘅嘢，而有好多唔同嘅自己親愛祖國或者外國嘅政權，而有好多你掌握唔到嘅經濟嘅高低比，
人生唔同嘅事情，有你最近同最遠嘅人同事，都可以令你同我困擾、迷失、挫敗，甚至比你呢個成長之前嘅呢10幾20年嘅挫敗更加大。不過，你攞住咩令你得勝有餘嘅秘技，一種絕招，一個錦囊，就係你深信冇嘢係可以使你同今日與主重建關係嘅呢份愛，可以使你同呢份愛隔絕，係冇嘢。呢份愛係我哋主耶穌基督裏面。今日呢個時候，就係你回應基督呢份愛嘅時候，同往年一樣，都係一個立志嘅機會。你有大2分鐘嘅時間，你喺位或者你可以喺其中一張台，慢慢寫低呢顆心係你獻俾上帝嘅你自己嘅心，一陣間會喺出邊營地內向你嘅上帝呈獻你嘅祭。今次唔用兩個3立，咁用一書籤，2張其實可以寫同樣嘅嘢，不過亦都可以寫唔同嘅嘢。呢一張，當你經歷呢個營會之後，你覺得上帝想你蛻變成一個點樣嘅你？你有邊啲位係想上帝繼續呢個蛻變過程？但係唔好淨係諗個蛻變，你要心寫低埋，你想呈獻回應上帝俾上帝使用，其實係乜嘢？你睇到上帝想你蛻變後嘅嗰個你，係想點樣被神使用？唔一定今天，唔一定出年，可以係你成世。請你將呢個你願意俾上帝繼續蛻變你嘅過程嘅內容，以及你呈獻蛻變後呈現俾上帝嘅心志，寫呢顆心。呢張書籤你可以寫類相似嘅嘢，或者抄過嚟都得，但係都可以寫。你覺得你要提醒自己乜嘢？如果我真係要實踐對上帝呢個心嘅承諾，究竟我餘下嘅1年、餘下3年、餘下嘅5年、10年，我要提醒自己乜嘢，以致我繼續唔好忘記呢個蛻變過程最重要嘅關鍵、最重要嘅因素，我要點樣具體行動咁樣實踐？你可以寫呢張書籤，呢張書籤會係你自己 keep 住，寫低埋今年嘅日期，呢次嘅獻心會。大家有大約5分鐘嘅時間，可以喺呢個位，可以喺台慢慢寫。5分鐘後你寫好，我哋會認真。